如果你預算唔高，又想要種水好，又要色，咁呢條視頻你一定要睇晒啦。而手上呢首情底飄綠手壓披就係最適合你哋嘅夢中情握啦。呢首漂化披好有特色，種老肉細係實力保證，種水膠膠潤潤嘅，好有質感。情底唔偏向湖水嘅綠色，睇落去好似清澈嘅湖面，好養眼。啲漂花真係好似水草咁噶，色同種都有晒啦，而且仲係漂花，雖然係有啲黏，但係唔影響佩戴噶。如果係有紋裂，我係唔會攞出嚟俾姊妹們嘅。我係自己做貨嘅，呢手貨我相信加工出嚟會比毛坯仲要好睇。我揀一條出嚟攞去加工，加工出嚟之後你哋就知啦。哇，成品真係對得住期待。湖水綠嘅情底泡降後變得更加清透，真係似一汪波光粼粼嘅湖水，膠膠潤潤，好吸引。水草花真係活咗過嚟咁，真係似一叢翠綠嘅水草喺清澈嘅湖水中輕輕搖曳，靈動飄逸到不得了。喺我呢度嘅售後退換都可以，我唔係做一次性生意，我做嘅都係回頭客比較多。中意嘅你哋就留個圈口俾漣漪啦。